后来继续来看台大校长管中闵亲身带队到台中开说明会来招生，要招台中一中甲女中的学生来入学。过去台大从来都毋捌主动对外来招生。管中闵讲，实在是因为台湾的人才拢留袂条路，所以台大袂当阁感觉家己是上高的路。我就警觉到，这是我们今天在媒体上常常在谈论的人才流失问题中间的一环。台大校长管中闵讲，台湾人才流失的问题真严重，是伊亲身出马，以及台大头一摆出去招生的原因。希望入学的名额，我们希望在2年内可以增加1倍，然后再3年我们可以再增加。因为台大毋捌对外招生，今年是头一摆，管中闵现场开放问答，对着学生甲家长的疑问一一回答。今天要面试一位要进大学的高中生，请问你们最希望在这位学生身上看到什么个人特质，还有什么能力？最主要是看这学生是不是在用自己的想法在想。最近几年来，世界一流的大学拢积极对海外的招生，台湾的高中生每一年申请到国外读大学的人数，一年比一年较侪。管中闵承认讲，台大袂使阁感觉家己是上赞的。第一校府摇落软，更加显示台湾人才外流有偌严重。